有些有些，我身上也是。应该90年7月10号，大山上山很少人来这玩的。漂亮的歌声在风中，勇敢接受他的我期待的脸庞。用尽力我在黑夜中的泪光。哇，好棒好棒啊！不要包了啊！原来有袋子包着了，那个是铁的袋子啊。对，是这样。对，我老婆，对，爱丽莎老婆，谢谢你们。留下最精彩的镜头。好棒好棒。高兴啊！我很高兴，非常高兴。想不想一听？明年再来。真的是铁的袋子装。好不好？现在呢，请各位伙伴起立。好棒好棒。然后呢，我们围成一个圈。等一下呢，也是由北中的同学们会为我们带来一首乐歌劲舞，所以一个圈。
围成一个圈，请各位左右上靠，围成一个圈。来，动起来！